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主日，我定定爱安尼讲，伫主日会当看见大家吼，啊，搁咱要来敬上帝，要伫上帝面头前来大家来敬拜主日吼，这是咱上欢喜的。好，咱天气有变化吼，就是黏的冷，黏的热安尼吼，啊，大家较注重家己的保养家己的身躯啦吼。好，咱伫做礼拜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阮已经进入伫12月是教会上界欢喜的时阵，因为阮要迎祭主你来降生。感谢天父上帝，你将你的独生圣囝来享受互阮的生命中间，阮有盼望，阮有信心，我嘛有真喜乐。因为主你的疼，阮的生命才得到这个喜乐。互阮逐工会当伫主你的恩典中间，阮会当生活真喜乐。虽然有时阮伫世上的生活，互阮有时嘛无定定会当喜乐，总是阮要靠主你得胜，要靠主你来赢过世界的这一切。阮今仔日大家组织来到你面头前。我们来敬拜主你，愿你的恩典满满，你的疼满满，伫阮每一个人中间。阮今日来敬拜，照着阮的耳朵，照着主你的话语，来充满着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主，阮伫你面头前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来，兄弟平安。平安。礼拜大先，咱来认识咱今日的圣诗吼。咱先看圣诗第23首，这是咱今日诗歌。赤鸟的主，海洋的主。请咱对第一节，咱先来唱。来，第一节。赤鸟的主，海洋的主。长世七星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学路？地堂的主，暴风的主，地盆扫工的主，阮着怎样相在？彩虹的主，十个主，雨蒙偏空的主，阮着怎样受恩典？阮着怎样来感谢？摇我的主，比听的主，人民拢主。这首诗歌真特别的诗歌，其实这个作者，这个这个作词的是一个华基达牧师，美国的牧师，也是伫美国路德会的牧师，作曲夏尔克教授，伊嘛是新学院毕业，嘛音乐系毕业。这条诗歌其实是伫美国真出名的诗歌，因为伊的英文的诗真平易近人，写得真水，所以甚至人家写画做一个画本，就是倒边就是一个画本的这个。
这首诗歌其实咱咧唱的是，伊有一个真特别的情形，就是讲，伊伫这6节内底，伊对逐种面相来形容伊所捌的上帝。但是伫后壁的位，咱看，就讲咱来看了歌词伫后壁，伊讲着，阮着怎样来学乐，阮着怎样来敬畏。其实伊后壁的词拢是用疑问句，这跟咱一般圣诗咧唱的就讲肯定句。头前咱讲着上帝稳定上帝的主爱，但是后壁就肯定。但是伫这首诗歌内底，伊用疑问句。这伫伊神学上，伊讲伊有伊的特别见解。伊的见解就是啥？伊讲我无爱答案伤紧的神学，就是讲我无爱一声你就讲好的神学。你的信仰爱有怀疑，甲你的信仰两个做伙互相的平衡，就是讲你爱思考过。所以伊讲怀疑是信仰的张力，沉默是祈祷的一种形式。无法度理解上帝真正稳定，上帝真正作为，咱无法度理解。伊讲当你怀疑这时，毋是无忠诚。所以伊讲你的信仰是爱有经过消化了后的信仰。当然这后壁可能有一个真特别的信仰，后摆咱再请牧师有机会甲咱讲这。但这首诗歌伊伫表现就是这。所以唱法也是讲，伊的曲调嘛，拢足特殊的。你看伊甲结尾的时，拢是有关，有关什么意思？疑问句啦。敢有影是安尼 ？Is that true? Is that so? 真的是这样吗？我想所有的语言内底，咱内底怀疑的是后壁拢有关，伊的作词、伊的作曲嘛是安尼有关。所以咱嘛真感谢这作曲家、作词家因真好的配合。咱过来吟，继续第5节，咱过来吟。伊讲厝边的主对着的主，用念修正的主。来，咱过来吟。厝边的主对着的主，用念修正的主。阮着怎样献仁爱？阮着怎样求和平？万世主是边的主，主必怜悯的主。阮着怎样献喜乐？怎样是献你天国？伊所有拢是疑问句，咱家己来思考。好，咱过来吟另外一首诗歌，圣诗18首。我心而乐上帝，这咱真实的诗歌。第1节，咱就会来唱。我心而乐上帝，主怜悯我的病，天地万物三界音声，我乐伊大尊名，就把残忍罪状，强强大海关锁，天命已大管理严格，仁爱公义交争。我想这咱真实的诗歌。其实你看伊的作者，看伊的曲的作者，拢是美国人，也是英国人。但是，咱有发觉，咱咧唱咱台语的圣诗的时，无一条圣诗唱起来，你感觉哪像外来的感觉？逐条唱起来拢真顺。
啊，所以后壁有一个很大的工程，是要人翻译者。你看，伊曲已经做好，伊词已经写好，你要甲翻过来，翻做台语，意思拢对，翻出来的词，佮甲咱的曲作下。啥讲甲咱的曲作下来？我念第一节，互大家听。我心阿乐上帝，自然应活的白。天地万有三甲音声，阿乐伊大尊名，有顺无？树木残荷水泉，强冲大海关山，天命伊大观音眼根。所以你用念的，念的，就是在唱，唱就是在念。所以咱这翻译的译者，就是咱信仰的前辈，因开真侪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把这个诗歌用个遮水、遮顺。这个人无名就生，你看你的圣诗面顶无写伊的名，因拢秘伫后壁。不止这首，我想后摆你若念唱着咱台语圣诗，你逐首甲比对看卖，都是会使念歌啦。哦，词念的都是变歌，所以大家做真好的，就是这个圣诗的翻译者，因嘛做真好的事奉。咱过来念第二章，我心阿乐上帝第二章。我心阿乐上帝，世间天人的悲，空中飞鸟吟诗出声，阿乐伊大尊名，客居草木之地。圣诗后壁写第1170页，翻译的作者伊小可甲列出来。来，咱请掀开个对，哦，所以你也看到倒边就是这个名，伊所翻译的台语圣诗。若为道，若为人，吼，福禄克销千分，吼，大家咱头仔唱这18首，其实嘛翻了足好对吧？无伫这个名单内底。下一页。哦，所以这嘛，其他的牧师也是有参，有一个编辑小组，就是因嘛是无名的，但是咱18首无伫面顶，所以要有人嘛是名，搁藏伫内底。咱闭目心来开始咱的敬拜。
3主日，咱点到第3支粉红色的蜡烛，代表宣告喜乐。当咱经历主耶稣为咱出世，互咱对罪恶中得逃亡，确定基督就是迄位咱所听候的救主。对安尼，咱用听甲感谢来庆祝这个日子。全地啊，着对耶和华出欢喜的声，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乐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知耶和华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8首，我心而乐上帝。我心而乐上帝，自然演我的背，天地万有三角应声，而乐以大尊名，树木田园水泉，江涌大海关山，显明以大关联，阳光仁爱公义交成。咱起立吟全首。我心啊乐上帝，主人因我的美，你的万有三角影像，乐以大尊
济。这是咱用主所甲是咱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误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启用，请咱掀开圣诗后面第1119页，启用文第65篇，就是启示录第21篇。我来启，请大家来用。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面天、前面地已经过去，海嘛无去。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息，嘛无阁有哀伤、嗷叫、痛疼。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物拢换新。伊阁讲：着写起来。因为这话真实可靠。伊阁甲我讲完成啦。我是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的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这是咱请主席二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是为着听，是为着听。
要留在要留主日学小朋友。咱这是请张奕迅张乐来第讲吼，伊的题目是我要接比你，我要接比你。你们兄弟平安吼，咱即季的主日学课题比较较硬一点嘛，吼，因为咱咧讲启示录，老实讲咧准备的时阵，实在有一条仔带去等啦吼，因为消息无讲介好，咱今日渐渐进入圣诞节的节期吼，大家拢着真欢喜的即个过程中间，邀请大家吼做两项代志吼，如果你的厝内如果若有主日学的囡仔，吼，无管你是即个囡仔的老爸，或者是你是即个囡仔的阿公阿嬷，有可能嘛是阿姨，也是阿姑，吼，请你做转去以后吼，有闲的时阵吼，你若感觉即个囡仔足无聊的，伊毋知咧创啥的时阵，吼，你做两项代志。第一项就是讲，你甲问讲吼，你今日的主日学你听到啥物故事啦？吼，可能伊会讲甲哩哩噜噜，可能断断续续，可能听到一寡，可能老师讲的笑亏，吼，拢无要紧。但是你甲问，互伊讲，你毋免想讲启示录足困难的，我要准备啥物内容来讲，免，你听伊讲就好。因为咱加深伊的印象啦，吼，囡仔的记忆足好的，所以伊听到的物件，伊拢会加减会记会牢。但是咱若搁甲问一届的时，伊的记忆会愈深。第二就是问伊今仔日的金句是啥物？金句是主要一定有教逐个囡仔来背的。吼，当然咱即摆咧准备圣诞节，可能甲咱故事的老师会带因念。吼，若咱平常时的时阵，咱分班的时阵，咱会要求因背。吼，看因记会牢的。吼，希望咱逐个来配合吼，帮助因会当在信仰的顶面搁较加深。小朋友早安。好，我们先来责。你们知道什么是责？你们有被责备过吗？你们都没有被责备过，太不公平了。责备是什么？就是被人家用严厉的言语告诉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好，你应该要怎么改正？”好，感觉有嘛？都有。好，责备，责备的目的其实不是。主要的目的不是骂你们，虽然可能会凶一点，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重点不是被骂这件事情，重点是后面责备你的人会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就是我们不要再去犯那种会让人家生气会让人家责备的事情。好，所以重点我们要听到是后面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就是从最早的时候，海岛上有个老爷爷，你们记得是谁吗？圣诞老公公吗？不是，保证不是。好，那你知道是谁吗？有点忘记。有没有谁记得？2两个字。2个字。老人。好啦，他真的很老。我刚才已经讲了，这我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不能是答案。好，那彼得那时候已经死了，不好意思。好，他是剩下最后一个耶稣的门徒叫做约翰，没错，叫做约翰。那老师今天在这里找到一个，就是以前呢，在约翰被上帝启示的时候，好，他在一个山洞里面得到上帝的启示，所以那个地方现在盖。据说是那个山洞，他们盖了一个修道院，让大家可以去参观。约翰那时候得到启示的那个山洞，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冷的海岛，所以他们在那边通常都会躲在山洞里面。好，然后他被启示的时候，我们复习一下前面的课程这是什么？好，7个烛台跟7颗星星。7个烛台代表7个教会，7个星星代表7间教会的。非常的好，好，你们很成功的帮我们复习前面2课，那我就不继续讲。
往后面讲，我们今天要讲5个教会，7个教会，我们先拉5个教会出来讲。好，先讲5个教会，因为太多了。好，那这个教会里面大概会，我们看到今天的主题嘛，叫做我要责备你。就这5个教会其实是被主耶稣责备的，就是在约翰的启示里面，他是被责备的。被责备什么呢？他们面对很多问题，比如说他们在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地方，他们面对的是有君王的崇拜，好，有雅迪米女神的崇拜，好，雅迪米女神的那个庙非常的大，有点像我们看到101，它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物，你很远就可以看到，盖在山上，非常的大。为什么会那么大呢？你们想过啊？为什么？想想看，它为什么可以盖那么大的建筑物？啊？因为他觉得他想要，所以就盖。想要就可以盖吗？对。你知道我们盖这间教堂，我们也很想要，我们想要了10几20年我们才能盖。为什么？因为我们没那么多钱可以盖，你得要先累积钱。那它可以盖一个非常大，像101那样子的一个房子。有政府资助，没错。还有没有？还有，因为好，没关系。想想看哈，因为哈那时候的皇帝，那时候不是像我们的总统是选出来的，皇帝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那时候的皇帝，好，他很有钱，他们的国家崇拜雅迪米女神，所以呢他就出资要求盖，所以他们就可以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建筑物，因为那是什么？全国的全地区的一个崇拜的一个女神，她是一个丰收的女神，就是你可以赚很多的钱，商业很发达，你可以赚很多的钱，你种的农作物收成都会非常的好。她的大概的信仰内容是这个样子。好，那以弗所教会它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好。那这个环境会造成什么样的压迫呢？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主耶稣是赞美他们的哦。为什么？因为当他们面对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啊，我们来去拜雅迪米神的那个神庙的时候，他们的弟兄姐妹是拒绝的。他们的弟兄姐妹是拒绝的，很严正的拒绝的，所以他们跟皇帝对抗，所以他们常常会面对很多的骚扰哦。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后面可能会有卫兵来听听看，他们有没有说皇帝的坏话。如果说了皇帝的坏话，马上就拖出去了。在那个古王统治的时期，或者是皇帝统治的时期，他们是这样的状态的哦。好，然后接着呢，他们里面可能有一些人说啊，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去早上来主日崇拜，但是下午我们去雅迪米神庙拜拜。也会有这种假先知，他会觉得说没有关系啊，就是反正我们如果去那里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些人有商业的往来啊，我们就可以生活变得更好啊。好，他们也严正的拒绝。好，所以这是主耶稣赞美他们的地方，就是他们可以分辨对真理有挑战的东西，但是他们有一个缺点。好，他们主耶稣的形象是拿了7灯台跟那个7颗星走在那个教会那边，所以代表他们讲跟教会同在。这是主耶稣在讲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好，但是他有出现缺点啊。他的缺点是怎么样？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为什么？因为他们每天都跟名侦探柯南一样，仔细的在注意他们会有没有假先知出现，然后他们只要有人说出一个想法的时候，他们就做什么呢？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不断的辩论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就是这件事情变得没有爱心了，他们变得很害怕，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就这件事情可能会让我们更靠近世俗，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让我们教会遇到危险，所以怎么样？他们开始不做一些跟邻舍友好的事情，
跟别人有好的爱心的这个事情。所以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小心，因为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们所有的事情都只管对错，立很多的规则，只要违反规则，踩到边界，通通不能接受。这变成是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当然不能讲他们是错，因为我们讲他环境是不好的。好，周边的人敬拜的偶像非常的强大，然后呢，他们也跟皇帝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是困难的。但是呢，皇帝是不会被罢免的。好，不好意思，他不是选出来，所以你不能罢免他。好，再来主耶稣的劝勉是怎么样？你要想想看，你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为什么从一开始接受福音的时候，你是充满热情的，你是充满爱心的，然后你现在只论对错？好，让他们回头去看，然后也应许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够回头的话，怎么样？乐园得享乐园生命树的果子。乐园生命树的果子在哪里？在伊甸园里面，在创世纪里面，代表怎么样？我们可以跟上帝在园里面散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奖赏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奖赏，因为跌倒也不会痛，当然我相信地板是软的，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亚当夏娃跌倒了、受伤了，都没有，而且他们有生命树的果子，他们永远不会死，上帝会来跟他们一起散步，你看这是多么好、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没错，就是这个感觉。但是呢，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符合上帝的规定。我们主日学要教你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进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再来，我们来讲第二个教会。我们今天5个教会要很赶啊，哈。第二个教会啊，它是别扎摩教会。这个教会更惨，它是一个住了离皇帝很近的一个教会。他们这个地方呢，拥有的是非常繁华的地方，就是你有那种大的剧场。你看，我们看到那个山这样一个凹形的，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像我们现在有麦克风，所以他们呢需要一个凹形的广场，然后底下的人呢表演的时候，可以让上面所有坐着的人都可以听得到。他们有超大的剧场，然后他们有那个大图书馆，听说有20万卷的书，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羊皮卷。所以代表他们是有大图书馆，就是你所有的知识都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有非常可怕的东西，叫做别迦摩的神坛。好啊，那个神坛其实是他们的敬拜方式，以后我们再细讲。好，会让我们会觉得有点恐怖的。好，然后他们是皇帝的居属，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他们怎么样？他们除了高举他们的神明之外，他们还高举皇帝。在那个地方的总督，他们有一个权利哦，就是呢，他们有刀剑权。你知道什么是刀剑权吗？不知道，可以拿刀跟剑断族人。差不多意思，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杀。就是跟皇帝有关。如果你今天说了跟皇帝有关的，比如说，皇帝今天的发型有点爆炸哦，拿刀赶。然后他就有权动用他的刀剑权，先斩后奏，你就死了啊？什么意思？因为你说了对皇帝不尊敬的话。什么叫做皇帝的头发很爆炸？爆炸或暴躁都一样意思，就是你就这样就死，因为他有权就会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刀剑权的人，你会怎么样？我如果看你不顺眼，我就说你说了皇帝的不好的话，也没有机会上法院，我就把你杀了。其实在一些共产国家，如果你在网络上打了他们那个领导者的名字，你就得要很小心了，因为你可能会被收集。被收集？被收集就是你可能会被抓去询问，警察就来找你了。因为他就是有点像皇帝的那样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现在环境里面也一样啊，他们会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好，在面对有刀剑权的这样的环境底下，这就是别迦摩的一个祭坛。然后
这个地方呢，耶稣有对这个教会有称赞哦。他称赞他在情势的危急的状况下，就是即便有刀剑权这种环境底下，他还是遵行，就是遵从主的名，坚守主名啊。好，因为你知道吗？在这种皇帝脚下，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中国或者是去北韩，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街上有很多他们总统的肖像。你经过那个肖像是要敬礼的哦。好，他们这个地方也一样，他们有很多皇帝的肖像、雕刻。你经过那个前面的时候，你是要停下来敬礼的哦。怎么样？这是一种敬拜的模式。好，没有的刀剑权，你就可能被人家抓去就杀了。别家门教会他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所以他们可能要像我们做那个安全 AED 的状况一样，我们告诉你说附近有哪些 AED，他们的教会可能需要贴一张公告说，哪里有皇帝的肖像，大家尽量不要经过那里，因为经过那里，基督徒是不会去做这个敬拜的动作的。那你很有机会你就触犯刀剑权，所以他们可能要去把那些地方都标示出来，然后大家尽量走路绕路，不要经过那里。尽量减少大家的危险，你是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好，那责备是怎么样？他们的当中有假先知哦，他们让假先知跑进来了，假先知告诉他们怎么样？没有关系，吃偶像的祭品没有关系，给偶像献祭没有关系。然后你去到那个环境里面，你就会产生淫乱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很多庙会活动是这样。其实台湾现在很多庙会也慢慢走向这个状况，就是你有很多欲望的东西在里面跑。好，然后耶稣的形象就是说我们第二课有讲过，耶稣的口中会吐出一把双刃的利剑。好，那个利剑是告诉我们，他告诉别教门教会说怎么样？我的权柄高过于刀剑权。好，高过于刀剑权。然后呢，主耶稣的劝勉就是你们要悔改哦，就是你们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守住而已，而是你们在生活上也要保持圣洁哦。就是意思说，你不能把来教会跟你平常的日子切成两个区块，就是我来教会的时候我就是上帝的子民，但是我在平常的时候我可能跟我的朋友来去拜一拜，然后他们吃我也吃。那个环境是需要重新调整回来，就是你的生活要跟你的信仰是合在一起的。别家门教会有一点状况，就是说他们有那个先知的那个理论，就是说教会是在世界里的。好，有一些人是说教会是在世界里的，就是我们教会是在世界里，但是我们跟世界是没有融合在一起的。但是那个假先知就会说，那个世界在教会里，所以怎么样？你觉得这是潜水艇吗？第二个图片，这是潜水艇吗？对，它是沉掉的船。所以如果我们听了那个假先知的话，说世界在教会里，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不用遵守那么多圣洁的那个话语，我们不用跟世界有太大的区别的时候，最后我们就像泡在水里面的船一样。它还是船嘛，它就是沉船的，它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但是呢，耶稣给他们的教训就是说，给他们的那个应许就是说，他们如果能够坚守坚守生活上跟在教会里面的圣洁，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得到玛纳。玛纳就是出埃及记的那个玛纳。就是那个说，那个意思就是那是什么东西？那个玛纳，就是没有人可以很清楚的指出它是什么东西。那个玛纳代表什么？天上的粮食。为什么？因为那里充满了拜偶像的肉。你去菜市场买的肉，它是不是拜过？基本上是有，应该是有。所以怎么样？他们变得没有办法圣洁。为什么？因为他们吃的就是买到的也都是拜偶像的肉。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能守住的时候，我要给你天上的粮食，然后给你一块白石头。
上面有你的名字。有什么意思？非常好。白石头是什么意思？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翻了很多资料之后，它有几个基本的东西。白石头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嘛，对不对？所以呢，有人在被审判的时候呢，法官说他无罪，很多人可能听不到。所以呢，法官的桌上有2种石头，一个黑石头，一个白石头。黑石头就是有罪，白石头就是无罪。好，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就是这个人的判决是无罪。所以呢，当你被判决的时候，白石头拿起来代表你被宣判无罪。另外一个部分，白石头还代表一个东西，就是门票。门票？对，你买到门票去哪里？法庭。你买门票去法庭？天上会，天上。去天上，去耶稣那里。好，也有一个概念，就是你得到了上帝接纳了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第一个解释啊，就是你被神宣判无罪。如果你能坚守住你的生活都符合教会的这些教导的规范，神会宣判你无罪。好，第3个教会，推雅推拉教会啊，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有钱。推雅推拉教会啊，推雅推拉，这是翻译名了哈，不要太在意那个中文哈。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经济中心，就是所有的商业行为，就是你要做生意就去那里，所有的做生意的商人通通在那里聚集。每一个地方就像所有的那个总部都设在那个地方，有点像台湾的台北，就是所有的商业总部通通设在台北。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生意、做生意什么都跟这个地方很有关系，所以那个地方收集的所有当时用得到的，当时非常赚钱的，通通在那里，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商会。因为商业的活动盛行，所以他们出现的问题就是他们有办不完的 party， 他们每天喝醉酒，恐怕没有一天是醒着的。就是没有宿醉这回事，因为一直醉，所以没有宿醉这回事，就是一直醉。你从这个商会到那个商会，你所有他们绕一圈之后，你一整周都在喝酒的状况下，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有点像你住在，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红灯区，就是那些8大行业聚集的地方，现在好像比较少非常聚集的点，就是你一整条街都是酒吧，一整条街都是酒楼。然后你再来看到最多的就是喝醉酒的人，然后所有人都在街边吐。这个城市有点类似这样，有点类似这样。但是福音一样传到这里哦。保罗第一个呼召信主的人吕利亚，他是这里的布商。好，所以这里也成立了教会。但是这里的教会呢，他会面对很多问题。他的称赞呢，就是这个教会他的行为上很好。他很有爱心，他很有信心，很忠心，然后他很服侍，很忍耐，善行也越来越多，代表说教越来越多人聚集，感觉什么都是好的。但是呢，他被责备的是怎么样？他妥协了，他被假先知妥协了，妥协了什么？他那里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他们觉得呢，就是我，走进我的商会里面，在那个地方，吃喝宴乐。甚至发生一些很奇怪的行为，没有关系，因为假先知告诉他们，肉体跟灵魂是分开的，所以你做再多的事情都不会影响你的纯洁的灵魂，只要你相信你的灵魂在上帝那里，你肉体做再多的事情都没有关系。然后他们就信了。小朋友，你们信吗？不信。为什么？谁信？因为灵魂没有。他们信啊。哦，你们观念很好，但他们信啊，他们就真的这样他们觉得没有关系啊。我在商会那里喝醉酒没关系，圣经告诉我不能喝醉酒，我灵魂没醉，但是我肉体吐了，没有关系，肉体跟灵魂是分开的。分开，那就
但他们这样过日子，所以呢，主耶稣他就露出他那个像火焰一样的眼睛看他们。我看透你们的诡计了，你们就是想要享受，你们就只是要享受，你们并不是像你们所提倡的那里，你们不知道灵魂跟肉体是分不开的，而是你们用这种法则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放纵。天天醉酒没有关系，只要我赚到钱，我有钱就好。那是一个很有钱的城市，教会看起来人也变多，但在教会里面跟在生活上变成两码子事。所以大家要小心，大家要小心。但是呢，主耶稣也说，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教训，回到正常那个真理里面，就是你们的肉体跟你们的灵魂都要来到我的面前，我会给你们铁杖。铁杖是怎么样？权杖的意思，就是我能够管辖别人，让你可以去管辖列国，然后我会给你明亮的晨星。代表怎么样？你没喝醉啊，不然你早上怎么起得来？你看得到晨星的话，代表你很早起。在太阳还没完全升起的时候，那个最亮那一颗星叫晨星。会引导你前面的路哦。所以这个是很正向的。下一个，萨迪教会。萨迪教会是一个非常疯狂。对，它是个非常疯狂的教会哦。它盖在高山顶上。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它是住在一个高山的教会，所以的城市，所以它号称它不会被攻破。但事实上呢，因为它太安全了，所以它变成容易就是很放松，因为卫兵就觉得都没有人来攻击我啊，那我喝点酒睡觉应该也还好，所以他们有2次曾经因为太放松了，所以被攻击、被攻破的这个经验。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卫兵睡着了，卫兵在打呼，卫兵在睡觉，所以他们就这样被攻破了。号称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样被攻破。他们是钱币的铸币的地方，就是钱币发行的地方，因为他们出很多的黄金，所以他们用来弄那个。他们非常有钱，所以他们会盖很大的体育馆，他们很爱的罗马人很爱的浴池，你想象得到最高级的东西那里都有。然后呢，他们的称赞是，没有，主耶稣没有称赞他们，然后主耶稣责备他们，他们觉得说，责备他们是挂名的信仰，你们只是口头上相信我而已，但是你们灵性是死的。外表风光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然后呢，主耶稣的形象是有神的七灵跟七星，强调圣灵的完全能力，就是他一定可以洞察你们所有一切，你们心里面那些黑暗。然后主耶稣的劝勉是怎么样？你要回想你信的时候你得到，因为他们在初代宣教师的宣教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充满了信心的。然后应许是怎么样？如果你们回转向我的话，可以穿上白衣服，所以你们可以重新得救的意思。好，校长说我们的时间不够，所以老底下就暂时先不用。好，结语就是我们要为这些教会，我们来看这些教会，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怜，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呢？我们是不是失落了爱心呢？有一点点还好，对，假先知最爱这种有一点点还好，一点点都不可以，所以我们要回头去想一下，这些教会我找了很努力的想要找到他们现在的照片，但基本上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传承已经几乎是没有了。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教会可以永远都存在，我们可以透过信仰的传承，让我们可以知道之前的人经历过的历史。我们现在读的这些教会，他们其实都已经不见了。好，我们来背今天的金句，念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台语的2遍。所以你就记得你有怎样修。怎样听？
搁着接受，也着反悔。启示录第3章第3节。做一解，所以你着记得你有怎样受，怎样听，搁着接受，也着反悔。启示录第3章第3节。好，华语的我们一样念2次。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启示录3章3节。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启示录3章3节。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5个教会，你对他的责备，让我们重新回头来看，我们要怎么样过你喜欢的日子。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每一天都有成长，也求你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知道持守到永远，愿意做你美好的信徒的见证。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大港节第3主日的礼拜当中，点到喜乐甲宣告的力节，被万心名字你所应允的救主来到，求你光照伫阮心中，洁净阮，拄去黑暗，互阮伫等待中心存愿望甲喜乐。无论阮逐人伫啥物境遇当中，阮拢要倚靠你，对你得到信心甲愿望。主啊，阮嘛为着世上侪现在经历苦难、战争、动乱的人，来到你面前祈祷，愿你怜悯遐个伫冲突甲灾难当中失去家园、流离失所、失去亲人的人，安慰因、赏赐因平安甲愿望。也求你伫人的心中兴起慈悲甲智慧，互世界逐位的政府甲领导者通用和平甲公义来治理，减少冲突，带来真正的和好甲恢复。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求，将教会过来圣诞节大细细的时间活动拢交托伫你，恳求主你保守看顾。特别赏赐智慧甲气力，互所有筹备的同工、参与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赐福，互阮教会真多黑暗中的光，透过这个时间活动，去引人来亲近你、认捌你，渴望耶稣的救恩。求圣神也更新阮，互阮活出喜乐的见证，帮助阮通彰显基督的疼。伫日常生活当中，诚做光甲祝福。特别，阮也将阮当中身体软弱、伫病痛艰苦的兄弟姊妹，拢交托仰望伫你的手，求圣神来充满因、医治因，也保守因的家庭甲亲人。特别伫即个节期，对伫耶稣出世的救恩，对伫你救赎奇妙的计划，互阮通用信心。活出属天的喜乐甲平安，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以赛亚书35章第1节到第10节，伫旧约圣经第784页。以赛亚书第35章第1节。旷野甲大蛇的地的确欢喜，沙漠也要快乐。佮亲像玫瑰开花，伊要开花木生，来欢喜，要有欢喜甲唱歌。黎巴嫩的阳光、加密、甲沙伦的水，拢归伊。伊要看起耶和华的阳光，咱的上帝的美标。恁着互软弱的手勇壮，无力的脚头有自在。对小胆的人讲，恁着恭敬、刚强，毋免惊。看恁的上帝要来报仇，要来行极大的报应。也要来拯救恁。迄时，痴迷的人的目睭要开，臭耳人的耳孔要来。迄时，摆骹的要跳跳，亲像鹿；下狗的子要唱歌，因为水涌出伫旷野，溪流涌出伫沙漠，发出光的沙要变做水池。大树的地要变做水泉，伫山到倒咧困的所在，要有青草、芦苇甲蒲草。伫遐要有一条悬的路，即条路要称作圣的路，有血人袂得通经过，全要做因的路用。行路的人虽然愚戆，也袂惊错。伫遐的确无使，免受也无上即条路。伫遐拢无拄着因，独得着赎回的百姓伫遐行。佮耶和华救赎的百姓要倒转来，要唱歌来到锡安，得着永远的欢喜做冕旒。因要欢喜快乐，忧闷吐气，拢要走去。咱请本堂。李传道来讲道，题目是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各位兄弟姊妹大平安。我今仔咧听义圣长老咧讲这个故事的时阵，我感觉我有一个想法，我感觉大家真正是有福气的人。恁做一场礼拜会当听2个信息，安尼有福气无？有吼，我无想到讲安尼一个启示录会咱感觉遮精彩啦吼。所以咱即时阵吼，咱小可徛起来好无？你若有方便，你徛起来一下，徛起来，吼，啊，甲恁隔壁讲，你是有福气的人。吼 ，OK， 好，请坐，好，我惊恁等下坐伤久啦。好，感谢主吼，互咱会当伫即个大港的节期的第3主日，咱做伙来点倒即个代表宣告、代表喜乐的即个蜡烛。其实我今年透过2025年即个经课表，要来甲大家来分享即个信息，就是希望讲文山教会众兄弟姊妹会当做伙伫即个教会内底，行过无共款信仰的节期，并且透过遮个节期来了解其中属灵的意义，甲对咱每一个人的影响。伫咧大港的节期的第3个主日，当咱点到即个代表宣告甲喜乐的蜡烛的时，就表明耶稣已经宣告，伊就是搬过节的迄个羊羔。伊要咱经历着主耶稣替赎的即个救恩，互咱会当对罪甲死亡中间得到透放甲自由。也因为咱确信耶稣基督就是咱所听候的迄个救主，所以咱的心中有满足的喜乐。一个列比吼，伊有讲过一句话，伊讲犹太教是一首喜乐的诗歌。伊看到犹太人，整个的过程内底，伊看到因有充满着苦难、孤单、艰难，甚至是受到拒绝。总是恁看，遮犹太人，因从来无失去伫咧宗教顶面的即个喜乐甲勇气。因虽然安尼互人拍散，总是搁归倒转来，搁做伙成做一个真强大的即个民族。即个精神到底是啥物款的精神？即个列比讲，这就叫做是
伫喜乐中间看到无喜乐的即个精神。即个精神，当咱咧看到遮犹太人咧过遮个节期的时阵，你会发现，即个搬过节的时阵，因要食啥物物件？搬过节因要食苦菜，对毋对？搁食无甲饼、苦菜跟无酵饼。为啥物要食这？因为因要纪念迄当时伫咧埃及逃亡，甲迄个做奴隶的即个苦楚的即个过程。搁有因咧祝棚节，就是搭寮仔节的时阵。因会简单搭一个寮仔伫外口，带伫迄个所在，为虾米？因要纪念因的祖先伫旷野流浪的即个过程。搁有伫咧普尼节是啥？普洱节。普洱节是啥物？就是咧纪念以斯帖伊的迄当时拯救因的民族的即个过程，所以因透过禁食来纪念。其实犹太人吼，因的婚礼的时阵，因拢会拍破一个玻璃杯啊。象征是伫咧欢喜庆祝的过程中间，因莫袂记得因耶路撒冷的圣殿受到毁坏的即个过去。所以吼，当即个中间，咱会当看到讲，因伫因的节期内底，因拢无因拢纪念即个苦难的过去。所以透过即个节期，咱会当来明白，伫喜乐中间看到无喜乐的即个精神，要咱来说明讲，满足的喜乐并毋是。满足的喜乐并毋是刀片痛苦，也是讲好人现实所来得到的。满足的喜乐是咱爱承认接纳生命中间的艰难甲无完全。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以赛亚书35章，其实咱应该爱对34章开始看，因为34章甲35章其实是做伙的，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34章伊咧讲的，就是先知要说明讲，上帝要对伫迄个对敌上帝的人的审判，搁来对伫整个即个土地的遮的毁灭。迄个时代吼，侪的国拢会欺负犹大国。其实其中即个以东即个国家，就是大拢会欺负犹大的即个势力。当犹大互人拍的时阵，伊嘛去甲偷拍一个，偷踢一个。恁敢知影即个以东是啥？以东就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伊已经吼，即个民族已经完全来背离上帝的教导，甲敬拜上帝吼。所以伫即中间，因的攻击造成犹大大的遮个伤害。所以先知就是伫即款的动乱的即个时代内底，透过宣讲上帝的应允，想要带互即个犹大国中间犹原相信上帝的遮个人，有一个望，有一个满足的喜乐。可能即摆对咱来讲，可能较歹想象啦。总是当咱咧看乌克兰啊，也是讲伫咧即个以色列的遮个基督徒内底，因可能有法度想象讲，今仔日即个经文内底所讲的这一切的望是啥物？伫迄经文的时代，国甲国之间的对立甲攻击，犹大国因为当年的即个战乱，尸体倒伫路边，朽烂发臭，土地趴荒。人民受掠，城市拢受毁无。伫即个过程中间，因要怎样来喜乐？所以今仔日团队要透过即个经文来甲大家分享满足喜乐的方法。第一个，咱毋若要问家己感觉怎样，咱更加爱来问家己，你今仔日你要相信啥物？先知伫咧35章的时阵，因大家来宣讲一个真美好的画面。总是迄当时的百姓，因感觉怎样？因有诶绝望，有诶哀怨，有诶背北惊吓，有诶已经放弃倒伫遐凊彩啊！吼，侪负面诶情绪压打伫因诶心内，遮个感觉拢真实诶存在。总是当因陷落伫即个情绪感觉诶时阵，因诶焦点就放伫家己心内诶感觉，无放伫上帝诶带领甲权能内底。也因为安尼，先知伊要百姓来提醒一件代志，就是到底恁要相信的是啥物？先知要互遐个人相信的是上帝，既然是上帝的百姓，上帝要互恁软弱的手要勇壮，无气力的脚要徛直，软弱的要刚强，无看到会当看见，无听见会当听见，摆骹会当跳跳，袂讲话要唱歌。
即个旷野要冲出大水江河。这个话是上帝要伫迄个患难中间，期待上帝拯救的百姓所讲的应允。这其实嘛，互我想起一句话，伊就讲：咱敢会因为日头受到压榨，就无相信日头的存在吗？若是遮听的人，因有即款的确信，先知所讲的遮愿望甲应允，则对因的性命有产生意义甲果效。因为因真实相信上帝的带领，而且先知嘛要互遮的百姓来了解，咱袂当用即马遮的情绪、遮的负面的经历来塑造咱家己的使命甲身份。迄当时的百姓，因若是用情绪、负面的遮的经历来看待家己，因一定感觉讲家己足卑微、足软弱的，甚至亲像是搁要转去诚侪奴隶的即个过程内底。总是先知，伊透过上帝对伊囝儿的应允，要来重新帮助因，互因将即个情绪甲负面的经历，甲因的身份来分开。这个情绪甲经历是真实的，无毋对，总是袂当影响到恁真实的身份。所以，并毋是因为有这个情绪甲经历来定义恁是啥物款的人。你是因为恁真实的身份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是伊的囝儿。所以，当咱看到每一摆以色列这个历史的过程内底，咱会看到讲上帝真正是充满大权能的咧带领因。上帝真正是宇宙万美的主宰。当咱看到这个历史的时阵，咱会当看到讲后来这个过程内底，因为有埃及的进入到帮战，所以因得到一段的和平的过程。甚至是后来，虽然因有受掠，总是因嘛归倒转，重新起造因的圣殿，起造因的城市。一直到新约马太福音第11章的时阵，迄当时惊死的约翰，伊互人掠伫即个监狱内底关伫内底。伊伫监狱内底，伊听到讲耶稣所行的一切所有的代志，伊就拜托伊的门徒去看耶稣，去甲问讲啥物？伊讲。所要来敢是你，也是阮搁爱毋望别人啊？耶稣回答：恁就转去，甲约翰讲恁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所以遮个门徒就走转去甲约翰讲啥物？哦，即个先知，即个耶稣，伊是一个互市民的看见，互摆骹会着跳，互太哥会得到清气，听无会得到听气，死的人搁高活开，送香的人会听到福音。我想，迄当时惊死的约翰，当伊听到即款的耶稣所行所做的一切的时阵，伊的心内无搁有惊吓、艰苦、忧伤。迄种心中满足的喜乐，已经超越迄个伫监狱内底的黑暗、甲惊吓、痛苦。伊深深啊知影，以赛亚先知伫迄个经文内底所讲的迄个弥赛亚，总算是出现啊。所以咱嘛透过约翰的生命，看见值得咱来学习的一个所在，就是当真理开始影响到咱的情绪的时阵，就代表咱真实已经相信这个真理，这个上帝啊。当约翰伊真心看见耶稣所做一切，伊的情绪全然得到改变，满足的喜乐对心中涌出来。伊完全无搁惊吓，伊知影伊所听候的迄个弥赛亚已经出现了。所以，当真理已经开始影响到咱的情绪的时阵，代表咱真正有开始相信上帝的带领甲应允。伊深深啊知影，耶稣伊要带来改变，就亲像伫咧旷野内底要开花，充满一切美善，互软弱的人会当刚强，伊毋但会当医治咱的身体。更加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要互咱甲上帝关系更好，成做上帝的囝儿。这也就是先知以赛亚伫34章的审判了后，搁伫35章所带来互所有百姓的一个应允。所以对以赛亚到惊死的约翰，虽然因拢经历无共款的痛苦、压迫的这个时代，
总是因嘛要甲所有迄当时建立属伫上帝的囝儿百姓的人来宣讲一个全然美好的应允。即个应允嘛，真做现在的咱上大的愿望，就是满足的喜乐的原因。即个原因，当咱看到希伯来人、到以色列人、到犹太人的即个过程，咱真正发现到上帝真正当作因是伊的囝儿，安尼引带带领。若是安尼，对咱来讲，毋是共款吗？若是咱对圣经看到上帝安尼带领因，上帝嘛是安尼共款带领咱每一个人嘛。所以，其实咱伫即中间真正看到讲，因即个生命内底对喜乐中间看到无喜乐的即个能力。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其实嘛是讲伫咧悲伤中间，伫苦难中间，咱会当看到喜乐的能力。这也就是基督徒改变世界的困难。所以来笑面甲你边仔的人讲，你的喜乐是你的超能力。无毋对，其实充满愿望、充满喜乐、充满和平，其实是每一个属伫上帝的囝儿，拢应该爱有正常的状态。只是有时阵，咱时常互即个世界，佮有互咱家己的情绪、烦恼、经历等等的来带走咱喜乐的即个身份。这嘛，互我想起一个真有智慧的牧师娘，伊捌分享一句话。伊常常伫咧困境、挑战的过程中间，伊讲我无爱互即件代志带走我的喜乐甲自由这是谁讲的？你敢知？柯牧师娘啦。一直到现在我若心情无好的时阵，我拢会安尼，一定爱安尼我无爱互迄个代志带走我的喜乐甲自由这真做我一个情绪的开关。当我安尼讲的时阵，我甲家己讲，我要将焦点放伫在上帝的应允内底，上帝所赏赐予我的身份内底。我无爱甲焦点放伫我的情绪，我所面对着无好的情景，也是讲经历。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开关，手一定要这样，手一定安尼。我大概若心情无好，就想着牧师娘迄个画面，我就讲真好安尼第二个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身份所带来信念的转化。当咱看到以赛亚伫今仔日经文的第4节，伊讲，着坚强，上帝要拯救恁。为什么遮个人会失望？可能是因为遮因做了侪的努力总是结果煞是一直一天到晚互人拍、互人攻击。也因为安尼，我想先知伊要伫第9节、第10节，伊继续讲，独独得着赎回的百姓要行迄条圣的道路，搁耶和华救赎的百姓，搁要倒转来，要唱歌来到锡安，得到永远的欢喜做冕旒。因要欢喜快乐，忧闷吐气，拢要行去。我家己的感动是，先知要透过因的身份命定来帮助因来了解。咱每一个人真正的命定是在伫咱要成做什么款的人，并毋是因为咱所做成的是什么代志。若是照犹太百姓的现况，伊一定感觉真困难，期待甲愿望。先知所讲的才会应允，总是先知希望因来了解，重点并毋是现况安怎，并毋是恁所做的是安怎，重点的是恁要成做什么款的人，恁要成做什么款的人，就放伫迄个应允上帝互恁的迄个身份内底。所以咱敢是嘛，定定因为一寡的事件，也是讲经历来产生一寡信念，比如讲对教会失望，就讲算啦。我无爱服侍恁做要做去做啦，我做礼拜就好。但是讲有时阵伫咧一场顶面失望的时阵算啦，有关系就无关系对毋对？安尼你去就好，我就凊彩做就好有时阵你真拍拼读册，叫读的拢一直无进步迄阮少气的小朋友上正安尼都是读到足认真的，毋过看到迄成绩传到我即摆佫批偌济我佫安怎都会有即款的艰苦。其实有时阵咱真正侪因为遮个事件经历来产生一寡的信念。
毋知影对伫各位兄弟姊妹，现在咱搁陷落伫啥物款的处境内底？也是讲，现在咱所信的搁是啥物？其实上帝伊并无要互咱来压抑咱的情绪，伊是要带领咱去看见、去分辨这个情绪背后的信念。也就是讲，上帝透过先知，互犹太人看见无喜乐背后的错误的信念，然后上帝的应允甲囝儿的身份来替换即个错误的信念。所以有一本册安尼讲，伊讲捧果树会互人称作是捧果树，毋是因为伊已经结出捧果，而是因为伊本来生来就拥有结出捧果的能力。当咱有真正相信咱是上帝所创造的时阵，照着上帝美好的形象来创造的时阵，咱的目的是成做伊的囝儿，是甲伊有疼的关系。这个身份就会成做咱喜乐的根基啊！所以有时阵，当咱遇到苦难、挑战、怀疑的时阵，咱会当甲家己讲：对，我的感觉是安尼无毋对，但是我今仔日我要相信上帝对我的呼召、对我的创造是有意义的，是伊对我上好的计划，而且我要安尼确信。我的生命的命定，并毋是我做偌尔侪好的代志，也是讲偌尔侪对的代志。而是讲我要成做一个上帝所疼、甲伊有美好关系的囝儿。这就是上帝原底创造咱的计划，甲一个原厂设定。所以第三个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第三个就是对，但是。为什么这个像咧讲英文的迄个句型吼？其实这个是我感觉我误打误撞，因为我咧想讲，我咧想我家己生命的过程，我发现我误打误撞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我陷落伫咧情绪内底的时阵，这个句型会当真好的来帮助我。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咱会当看到讲先知伊要互犹大的百姓了解讲，对，现在的环境真正充满危险艰难，总是。当上帝讲咱是伊的百姓的时阵，伊对咱有迄个美好的计划的时阵，安尼恁敢有愿意相信，而且持守这个望？吼，所以有时阵，我面对着困难的时阵，我拢会安尼讲，我讲对，我可能真正是安尼，但是我会使安怎？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会当帮助咱对迄个负面呢。转上帝的心意的一个转变的这个话吼，亲爱兄弟姊妹，正确的其实我感觉正确的指出咱心中的情绪，也是讲真实无假的来承认咱自身的软弱甲欠过。就亲像伫咧圣经内底讲，咱赶鬼需要知影魔鬼的名同款重要。当咱有法度指出咱心中有啥物款的情绪的时阵，咱就有迄个气力，邀请耶稣基督带领咱，成做咱的帮助甲保护。其实吼，伫咧心理学内底，咱有时阵，阮之前学的一寡心理的治疗的方式，伊嘛拢会邀请有一寡的个案，伊会当用文字写日记的方式，将伊的情绪好好写出来。迄是会当帮助咱用一个较快，也是讲第三人称的角度来看咱家己的情绪。来了解家己，总是咱毋是阁有一个更加较大的祝福吗？就是咱会当直接来找创造咱的原厂啊，直接透过上帝的真理，重新帮助咱敲找到一个新的正确的一个信念。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内底，难免会侪侪的艰难、苦难、挑战、攻击、伤害、欺骗等等的代志会发生。总是这的一切。拢会影响到咱侪侪的情绪，甚至为着咱来带来错误的信念，直到咱失去望，直到咱开始失去咱是上帝囝儿的迄个身份的荣耀。所以透过今仔日经文帮助咱来思考，当困境围绕咱的时阵，咱要怎样挖靠上帝的眼光，甲伫咧困境内底，犹原看到喜乐，
犹原有满足的喜乐。所以我真正毋知影，现在的恁，敢有含乐伫啥物款的情绪，也是讲错误的信念内底。这的情绪，这的信念，传道伫这个过程中，邀请恁每一个人，透过祈祷来到上帝的面前，透过彼此安尼的分享，伊来交换一个真理所带来的信念，应允所带来的身份，听所会当带来的恢复。这也就是伊咱宣告，伊要所带来的喜乐，这就是帮助咱伫困苦中间，犹原会当持守满足的喜乐。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真正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性命，伊宣告，伊要为咱、为阮每一个人，既然属伫你的囝儿，拢带来满足的喜乐。阮知影有时阵伫阮的生命内底，当着侪侪的困苦艰难，甚至是挑战。总是主啊，当阮持守你对阮的应允的时阵，当我对你有一个确信的时阵，阮就得到即个喜乐的根基，即个喜乐的充满，要帮助阮伫咧即个世界真正活出迄个充满毋茫喜乐平安的一个属天的囝儿的生命的款式，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互阮的生活有充满主你时刻的陪伴。嘛透过阮的喜乐来，互众人看到，阮就是你的囝儿，嘛互因愿意来跟对你，来得到主你的疼甲充满。阮将这一切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大大祝福所有在座的兄弟姊妹。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是请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神圣诗23首，赤鸟的主，海翁的主。赤鸟的主，海翁的主，当世天神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学乐？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赤鸟的主，海翁的主，当世天神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学乐？地上的主，风的主，阮扫家。怎样来感谢？
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要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真济，这是咱来报告吼。伫报告在先，咱做伙来念金句2遍，伫就报第2面，请。虽然无利益，我不得夸口，我要讲起主的异象甲启示。哥林多后书12章1节。虽然无利益，我不得夸口，我要讲起主的异象甲启示。哥林多后书12章1节。咱即是来看报告吼，咱后周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后周的事工分担，请咱家己来看。那后周是圣诞赞美联合礼拜斗一顿吼。那咱过来拜三的祈祷会是泰泽祈祷会，主理是柯牧师。下主日第2礼拜主理是柯牧师，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14节，题目是就伫光当中。咱其他请咱家己来看，甲准备消息甲报告。第1项，大港节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3主日吼，咱点到第3支的粉红色的蜡烛，代表宣告喜乐。当咱经历主耶稣为咱出世，互咱伫罪当中来得到讨放，确定基督就是迄位咱所听候的救主。咱用听甲感谢来庆祝这个日子。咱伫第2礼拜点6节的是双年团契卢道安兄弟甲王丽珠姊妹。第2项是
过来圣诞节的活动吼，咱圣诞节的邀请卡甲报佳音的邀请卡，拢放伫1楼的柜台，请兄弟来邀请朋友、亲友来参加。伫20号拜六，下午2点吼是圣诞节的庆祝会，21日拜日吼是咱圣诞赞美礼拜。伫24号拜三的阴暗吼，咱是报佳音，今年是伫万丰线。第三项，圣诞节报佳音的报名吼，咱头仔讲拜三阴暗8点伫教会集合。今年要前往万丰社区吼，报佳音。要参加报佳音服侍的兄弟，请伫1楼柜台来填写报名的资料，咱要安排去遐的交通吼。迄天的基督会咱暂停，其他报告的事项咱请家己来看。敢有新朋友？哦，好，咱即时来行平安礼，互相来请安。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做上帝儿子。咱拢才做一个人，因为耶稣，才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才做神，因为耶稣因改变。请咱游玩徛地，咱做伙来吟上言，圣诗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咱请柯牧师来祝祷。荣光归圣父上帝。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5万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
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职业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麦倒。这是礼拜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